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警察局针对着禁止营业的八大行业，动员着警力，采取着无定时、无定点密集类稽查，到25号为止，处地违法的养生馆甲掠零店，总共是5间。我在唱歌就对了啦。啊？你们刚才在唱歌就对了。嘿啦，我老公进来唱两首啦。 为了防止疫情继续扩大，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动员警力全力稽查养生馆、掠零店、甲私人的招待所等等，针对少数业者破坏政府的防疫政策，以加强执法。是防疫工作的罪人。本局应用科技侦查技巧，比照侦办重大悬案方式，将持续一家一家查，一个一个办。 南投县警察局表示，讲会采取不定时、不定点、密集的稽查，并且组成探风小组，要掠八大行业，来阻止防疫网出现破空。同时嘛，感谢在关键这段时间，冒着为着病风险，全力去协助各项防疫工作。